爆粗導遊阿紅話唔買嘢會俾人問候。為什麼？我們不是慈善，沒有做慈善，我做啊。佢全程係咁鬧，佢仲同人開埋拖添。香港旅遊業丟夠架未？緊未啦！咪睇佢笑口噬噬咁啊！一開口就見真章啦。一天就是500塊錢的工資，在帶觀光團的導遊。那麼導遊呢，如果帶的觀光和購物這個行程在裡邊的呢，那麼導遊的工資就是什麼呢？你們買100塊錢的東西，我呢，香港旅遊局會給出來2塊錢的租金給我。亂咁吹，仲燒埋阿珍嗰笪添。女人那輛車買了43萬，男人那輛車就是阿珍帶那個車，怎麼就沒怎麼買？那麼這個阿珍就一下怎麼樣呢？咱們說就不平衡了嘛。講到尾都係叫人買嘢啫，仲越講越激動。你們會不會生氣？神經病！什麼我才買了100萬呢啊！我說的對不對？對不對啊？對。還不是忙活了20分鐘，人家忙活了20分鐘，你們會罵人這個神經病？來搞了，香港叫做什麼呢？本格感，香港人就會罵人有冇本格感咩？哇！爆埋粗添，使唔使啊你？消息話拍片嘅人係睇唔過眼嘅旅遊巴司機，但旅遊業議會話今次仲未收到投訴。不過導遊爆粗就點都係唔啱㗎啦，要求阿紅同金之泉14日內交報告，同會研究涉唔涉及強迫購物。